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節目啊，又係 Joseph 心理諮詢室嘅時間啦。嗱，之前呢，我拍過幾條片啦，都關於安眠藥嘅，咁啊反應呢就非常之熱烈。原來呢，香港人呢，真係幾多嘅朋友係要服用安眠藥去瞓覺嘅。嗱，咁今日呢，我就會繼續跟進一個呢，就係好多網友都問嘅問題啦，就係呢，我服用咗安眠藥之後呢，都叫瞓咗覺好噶啦，點解第二日翻工翻學呢，都仲係好似好冇精神嘅？同埋呢，好多人話我呢，就好似暈暈頓頓啊，或者有時呢，反應好遲鈍啊。同埋咧，有時咧都好攰、好眼瞓喎。明明咧我都瞓到覺㗎啦，已經咁。嗱，今日 Joseph 咧就會通過呢條片咧，從另一個角度咧去解構，從一個邏輯性嘅角度咧去讓大家咧解開呢個謎團嘅。嗱，呢個原因咧可以話有兩個，但係第一個原因咧，其實我上一條片已經講咗㗎啦，就係因為安眠藥會影響我哋睡眠結構啊嘛，係嘛？咁睡眠結構都係分好多個階段嘅。咁詳情咧，大家可以睇翻啦，就係之前嗰啲片啦。咁而今日我想講呢個內容呢，其實呢都係提煉自呢我呢個全方位失眠治療課程裏邊嘅一啲內容嚟嘅。咁就將部分嘅內容啦，俾大家睇下啦。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關於失眠問題啦，或者係有啲咩方法可以改善失眠，係唔使食安眠藥嘅話呢，咁啊歡迎呢喺描述欄睇下我呢個課程嘅連結，睇下裏邊嘅內容呢會唔會呢係幫到你？因為當中呢Joseph會係提出咗好多個改善失眠嘅方法，並且歸納咧成為4大類，當中包括係呢個 CBTI 啦，即係認知行為治療嘅失眠版本係點樣幫我哋解決失眠啦，亦都包括咧我哋嘅一個自律神經系統、迷走神經系統，我哋可以做啲咩動作呢？係能夠幫到自己容易啲入睡啦。咁啊有好多種方法去教大家噶。咁啊仲有呢，就係關於環境同埋節律上面嘅調整啊，譬如我哋間睡房啊環境點樣去佈局呢？原來係影響到我哋呢係瞓覺噶。咁最後呢，就係從一個心靈嘅角度，到底我哋潛意識當中係有啲乜嘢令到我哋瞓唔到？咁並且呢，就附帶埋一啲呢我 Joseph 親自錄嘅一啲催眠錄音啦，希望咧就大家可以喺呢個課程裏邊咧係去使用啊，睇下會唔會幫到大家去舒緩咧裏邊一啲嘅心結，可以話係全方位多個角度咧去解構失眠呢個問題嘅。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話咧，就記得咧喺呢個描述欄裏邊咧係了解佢個連結啦。嗱，言歸正傳啦，我哋講下今日個主題先。今日咧就係講緊點解食咗安眠藥明明瞓咗覺好噶啦，點解聽日都好似冇咩精神啊，做嘢又成日做錯啊，同人傾偈又好似好遲鈍啊，成日都係想瞓覺咁呢。咁咧今日咧我哋就會係解拆一下噶啦。不過咧講之前咧都要先旨聲明，Joseph 就唔係醫生嚟噶，所以咧如果有任何醫學上或者藥物上你嘅諮詢咧，必須要問翻你嘅醫生。我只不過咧將我哋平時做心理諮詢嘅時候好多client嘅困擾，而佢又冇人話俾佢聽，咁 Joseph 咧就會同佢哋去探討同埋解拆得出嚟嘅一啲經驗，就喺呢條片上面咧係同大家分享，希望多啲嘅普羅大眾咧可以咧係多個角度、多個維度去了解更多噶。咁所以咧最後服用藥物嘅決定等等咧，就必須要大家自行去判斷，同埋咧係同醫生咧係商量噶。好啦，嗱，聲明完之後咧，就繼續講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嗱，首先呢，就係點解我哋食完個安眠藥瞓咗覺之後，第二日仲係咁冇精神呢？大家只需要諗一個問題就得噶啦，就係安眠藥究竟會唔會聰明到知道你瞓醒，然後就收工，唔再繼續發揮呢個藥力呢？Nice。咁答案當然啦，都顯然易見，就係安眠藥就冇可能識得咁做啊。換言之，如果你有機會喺你瞓醒之後，其實啲藥物嘅效力咧都仲係發揮緊嘅話，咁好自然你嗰朝翻工開會做嘢就梗係冇精神，想繼續瞓噶啦。咁但係你可能呢個時候會問我一個問題啦。嗱，Joseph，我平時食啲傷風感冒藥，醫生通常咧都係叫我4個鐘至到6個鐘就食一粒啦。咁我估啲藥物4個鐘至6個鐘應該啲藥效都消散晒啦啩。安眠藥應該都係咁啦。我明明都瞓足咗8個鐘噶啦噃咁。嗱，去到呢個話題嘅時候呢，我哋就引用一個詞先。到底一個藥物係點樣去睇佢會唔會仲喺我哋身體度發揮呢個效力嘅呢？咁喺藥物嘅動力學裏邊呢，就有一個名詞叫做半衰期。半衰期意思呢，就係話嗰隻藥需要幾長嘅時間先至會呢係剩翻啦，
係一半嘅叫藥物嘅殘留喺你個身體裏邊啊，到底係需要幾多時間？嗱，舉個例，如果個半衰期係需要係5個鐘嘅，咁即係話咧，你食完呢粒藥5個鐘之後咧，其實仲會有50%嘅藥物咧係殘留喺你嘅血液當中嘅。好啦，咁但係啲藥物要幾耐時間先叫做完全啦，係代謝晒，即係話排出晒你個體外啦。咁我哋有一個粗略嘅統計嘅，就係一般嘅藥物咧係需要大概係4至5個半衰期咧，先至叫100%係排出。嗱，你記住喎，半衰期咧唔係 double 咗佢就得噶咯。譬如5個鐘係冇咗50%啊嘛，咁冇埋嗰50%，咪即係加多5個鐘，咁頂晒籠都係10個鐘啫。嗱，唔係咁噶，半衰期意思就係用5個鐘令到隻藥物變咗得翻一半，然後再用多5個鐘咧，令到嗰一半再得翻一半。OK， 咁所以唔係會清除晒噶，所以呢個咧就解釋咗點解頭先我講啦。嗱，一般嘅統計咧就認為啦嚇，粗略嘅啫，就係要5個半衰期啦嚇，先會離開晒身體。好啦，到底你啲安眠藥啊係需要幾長時間先至離開到個身體嘅咧？嗱，Joseph 咧就喺課程裏邊咧就詳細解釋，咁亦都咧就做咗一個統計嘅表嘅，大家可以睇睇咯。嗱，呢個表裏邊咧，我就將香港註冊嘅安眠藥咧就列舉咗出嚟啦。咁啊，我以前都好似講過下，就係我哋大部分咧，即係安眠藥都主要分兩類，一種叫 BZD， 一種叫做 SAD drugs 嚇 ，BZD 同埋 SAD drugs 嚇。咁啊，你見到呢個表上面咧5隻都係香港有註冊嘅 BZD 或者 SAD drugs 啦。當中我哋睇下第一隻啦，第一隻咧 T 字頭嘅嗱，咁我就唔識讀噶啦。不過我知道呢隻係好多朋友都俗稱嘅藍精靈。咁咧，佢係 BZD 嚟嘅。咁我哋睇下佢個 half life 啊，即係我頭先所講半衰期係幾長啦。咁咧係大概1.5至到5.5小時。嗱，因人而異㗎，因為有時我哋年紀大，肝臟嘅代謝功能比較弱啦，係需要長啲嘅時間㗎嚇。咁咧就1.5小時，而如果需要5個半衰期先至叫完全清除嘅話咧，又需要幾耐咧？呢度嘅統計咧就係話需要7.5至到甚至乎係27.5個鐘。哇，27.5個鐘喎，係嘛？我當你20個鐘啦，好冇？我諗你都瞓唔到20個鐘吧？即係話你瞓咗8個鐘之後，嗰12個鐘，即係翻緊工嗰段時間，仍然都係受到呢隻藍精靈所影響。嗱，不過咁啊，藍精靈已經唔算係太長嘅半衰期噶啦。我哋睇埋少少先啦。嗱，仲有嗰兩隻都唔算太長嘅，但係好多朋友都關心啊嘛。就係嗰兩隻 SAD drugs。OK， 嗱，當中第二隻嗱兩隻以 SAD 字頭啦，第二隻大家就好熟悉噶啦，就係我哋成日俗稱嘅白瓜子，係嘛？好啦，呢兩隻咧都唔算話非常長嘅，半衰期講緊2.4小時同埋係5.2小時，係嘛？咁啊，大概係12至到26個鐘咧，佢就會完全離開身體。咦，12至26個鐘喎，唔係短噶。我哋有幾多個香港人可以瞓到10幾20個鐘呢？係咪？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呢，可能大家都開始有啲擔心。我哋再睇埋下邊有幾隻 BZD， 特別就係 L 字頭嗰隻啦，同埋最尾一隻係嘛 DIAZEPAM。呢兩隻我淨係知道，好多 client 呢都係食緊呢兩隻藥上嚟揾我。我哋睇下佢個半衰期啊。L 字頭一隻係12至16個鐘，講緊佢需要5個半衰期去完全代謝嘅話呢，係超過60至到80個小時。最勁嗰隻係20至80小時，係嘛？要超過100個鐘，甚至乎係400個鐘。你冇睇錯嚇，係好誇張嘅。當然呢個未必係一個好準確嘅數字啦嚇，但係大家都不妨可以上網去驗證一下啦。如果講緊真係要幾十甚至乎要超過100個鐘先可以代謝嘅話，而你又每晚都會食一粒安眠藥先去瞓覺，咁代表住啲乜嘢呢？咁啊，即係代表住啦，你係長期24個鐘，就算你瞓醒咗，翻緊工，翻埋學，翻到屋企買埋餸，煮埋飯，再瞓覺，第二朝又起身，係長期都受住安眠藥嘅藥效所影響。而唔係我哋所想象中咁，我瞓嗰陣時啪咗一粒，然後入睡耶，跟住瞓醒就應該冇晒安眠藥嘅藥效，又第二朝我又再食過，唔係，而係你不停都受住影響。當然有多有少啦。嗱，我哋一陣嗰張 slide 再睇有幾多啦嚇嘅話咧，咁亦都唔難去解釋啦。點解第二日都仲咁眼瞓嘅咧？點解第二日咧都咁冇精神咧？係嘛？好啦，咁我下邊咧就做咗個統計，都係揾 AI 幫我計㗎咋。其實就係用頭先個半衰期嘅方式。如果個計算我只係瞓咗8個鐘之後就起身，到底呢幾隻唔同嘅藥物，其實我起身嗰下呢，仲有幾多係殘留喺我身體裏邊咯？我哋睇下嗰兩隻 SAD drug 先。嗰兩隻 SAD drug 咧，相對係
比較少嘅喎，係比較好啲喎，係嘛？咁一個呢就殘留仲有係10% 啫。咁另一隻呢，白瓜子啦，就都仲有34%，係嘛？即係你仲有成1/3留喺個身體裏邊，你就要開工噶啦嚇，就要去逼巴士翻工翻學啦。好啦，跟住嗰兩隻 BZD 比較勁啲嘅 L 字頭 D 字頭，講緊係63至71%，甚至乎係70%幾至到90%嘅藥效，仲影響緊你個身體。所以呢個係完全解釋咗點解8個鐘之後你仍然都個人係好難精神、好難專注力好強、好難好有活力啊！咁當然啦，因人而異㗎，有啲人係唔受安眠藥影響啦，係嘛？或者瞓嗰下真係好眼瞓咁，但係起咗身之後得翻6成都夠我好精神、好有活力。咁當然就即係好好啦嚇，呢個就係好好。嗱，今日呢，我就係抽取咗其中即係課程裏邊嘅一小部分，係關於半衰期同埋藥物殘留喺身體裏邊呢一個點啊，呢一個觀點啊，去解釋點解呢？我哋其實喺白天嘅時候呢，都會受到安眠嘅影響啦。咁至於其他你話會影響睡眠結構啊，或者 set drugs 就會搞到我夢遊啊，起身就食嘢、講電話、send WhatsApp 之後，第日又唔知咩事嗰啲咯。課程上裏邊呢，亦都有詳細講嘅。我都明白有啲朋友啦係唔知道，亦都唔掌握有冇其他方法可以改善自己嘅失眠，所以一直咧都係需要係服用藥物啦。否則佢話瞓唔到覺，亦都真係好辛苦。但係Joseph好想講，其實係有好多方法。不過我好強調，冇一種方法係叫絕對對所有人都有效。其實每個人我哋都需要用唔同嘅組合拳去重整我哋自己一個健康嘅身心生活。咁我哋咧先至能夠咧係改善睡眠啦。好啦，嗱，Joseph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